美国总统川普8日的时阵，警告也门的武装团体青年运动，伊讲刷落来开的每一枪，拢爱算伫咧伊朗的头壳顶。有风声讲，伊朗伫咧背后支持青年运动。不过针对这个问题，伊朗是背甲离一离。那美军对青年运动大规模的空袭，到今已经造成53人死亡。自这么开始，青年运动开的每一枪，拢会算伫咧伊朗的武器加领导阶层的头壳顶。伊朗将会被追究责任，并且承担后果。这个后果将会是正可怕的。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严厉警告，讲伊朗竟是罗马恐怖分子的无辜受害者。抑国其实是背后的庄稼人提供钱、武器加情报，被讲川普未放任这寡恐怖分子继续对上船发动攻击。Our message to Iran is you better take this president seriously, and I think the Houthis learned that the hard way this past weekend. 17日也门的首都沙那，将在民众上街头示威，抗议美国加以色列在此进行伊朗已经讲因甲青年运动无关系。 ولكن الجحيم سيقع هو في الجحيم بإذ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الجحيم لك كما قال السيد لك الجحيم أيها المتغطرس أيها المستكبر 顶礼拜六，川普以青年运动对红海航运造成威胁为理由，对这个组织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包括富人人囡仔在内重大死伤。我甲大佬讲，除非青年运动先停手。 The initial wave of strikes hit over 30 targets at multiple locations, degrading a variety of Houthi capabilities. 青年运动为了要声援遭受以色列攻击的加沙走动的巴勒斯坦人，在红海几多遍攻击美国甲其他国家的船。在进行引述讲，因的战士24点钟久内，第2遍在红海北部对美国的航舰杜鲁门号，一个几多台军舰发射飞弹甲无人机的攻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